世界万能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节目面阿土啊，观众朋友，阿土啊伫美国读册迄阵，中国当初建讲嘛讲因的一带一路，袂输去军队的国家准定会出头天。你听咱台湾新眼界讨论到呾，一定会知影，迄根本是中国乌汉坑互开发中国家跳落去。即马世界上发生的大代志，一方面乌克兰、罗西亚战争，另一方面美国、中国在闹人对抗。最近，美国带头的 G7 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讲要从6000亿美金帮助开发中国家，上时嘛在讨论用石油、天然气、黄金的计数来制裁罗西亚。这捌讨论世界上美国、中国带头对敌的势面已经证实。咱今仔日就继续进一步来讨论美国带头的七大工业国，甲中国带头的金砖五国伫金融经济路的车拼。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欧美所林正义研究员，大家平安。邀请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蔡明芳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这七大工业国 G7 最近在开高峰会，伫开会期间，咱看到罗西亚搁再一摆轰炸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吼。即摆七大工业国要扩大制裁罗西亚，禁止因的石油进口。上时中国、罗西亚、巴西、印度、南非这个金砖五国嘛，在想空想芳来对抗七大工业国。中国主席习近平讲，西方制裁的行为颠倒会伤到因家己。总是咱看到这内底有一个国家真趣味，就是印度，伊袂输双卡大相准吼。印度参加金砖五国，不过伊阁讲金砖五国无应该变做较对等中国甲罗西亚。最近联合国在开海洋的会议，咱的邦交国土瓦鲁的代表团内底有咱台湾的技术人员，煞互中国来封杀。这致使土瓦鲁的外交部长来退席。咱的外交部副发言人讲，中国是滥散用因的职权，要改土瓦鲁的代表团的名单吼。大声，咱即马就先来看这个代志的报道。We are sinking, but so is everyone else. 北徛伫海水中发表演说，呼吁世界人注意海平面升悬的土瓦鲁外交部长瓜辉，二七带团参加伫葡萄牙举行的联合国海洋大会。因为土瓦鲁代表团名单中包括3名台湾成员，遭遭到中国施压，要求撤掉台籍成员，若无会撤销代表团参与资格。瓜辉受气退出代表团，拒绝出席大会，抗议中国打压台湾。其所谓人员自降人格，甘当别的国家的随从，企图挤进联合国海洋大会，这只能自取其辱。相当优大的瓜辉，2019年倒摆访台，伊阁较得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瓜辉虽然希望土瓦鲁会当参加大会，不过为了表达对中国不满，煞无出席。咱国另外一个友邦帛琉总统候选人伫海洋大会上是特别公告台湾表达支持，表示身上穿的写字就是由台湾回收技术组成的。We need all humanity, including the 23 million in Taiwan,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对于中国无理滥用他们在全权证书委员会的职权，要挟我国友邦土瓦鲁修改团员名单，外交部给予强烈的谴责。外交部感谢土瓦鲁坚定收听台湾，也强调中国随意施压会员国的行为，只是再次显示恶意的本质。政府将会继续甲友邦参理念瓦近的国家合作，共同反制中国伫联合国一直混大的恶意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林老师，咱知影全球暖化吼，咱南太平洋的邦交国土瓦鲁是受到足大的影响吼。伊即摆参加海洋会议内底，有咱台湾的技术人员，这会使讲，毋是讲土瓦鲁要做咱台湾的细汉的，事实上是一个国际合作，敢毋是？
我会记得我以这个1996年啊，吼，要去这个印尼参加这个南海会议啊，吼。啊，这阵就是讲加拿大也有做的这个资源 resource person， 就是有点像是专家啊。是。他专家在这个南海会议开会的时候，万一被问到什么问题，然后他可以被动的来回答一些专业的问题。哦。我像这图瓦鲁咱有咱3位的代表嘛，吼。是。这个是足平常一个代志。图瓦鲁是咱的邦交国，咱因为这个气候变迁，咱唔惊以这图瓦鲁，也个以这个保留，咱都有这个甲气候变迁有关系的计划。是。所以咱的专家来参加这图瓦鲁以这个联合国海洋会议，那就是一种，咱就顾问共款哦。所以头这个赵立坚讲是随从，我讲这个是较粗俗的讲法啦，吼。哦。我想讲咱的代表咱的计划，吼，甲这个南太平洋咱的邦交国家都有足大的牵连性，哦。所以咱利用这个机会，安那来好好来学习，安那来帮助这个图瓦鲁来应用这个国际这个。海平面上升，咱头就看到这个这海平面上升有可能从差不多20多平方公里的这图瓦鲁，全部都淹埋所以这个我会记得足久以前啊，今嘛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谢佩芬，伊把一摆做这图瓦鲁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团其中一位啊，所以这是一种较弹性的安排。我感觉北京应该爱检讨啊，是伊安尼讲是对咱真好，照你讲开，台湾有需要去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应该想方法来帮忙台湾，无需要台湾有安尼行这个较艰苦的道路啊。是。吴老师，林老师拄则讲到，民进党的发言人谢培芬吼，捌帮助图瓦鲁伫联合国内底，伫遐来出席会议。咱看到这确实一个国际合作的这个关系，而且全球暖化海面来中悬吼，这实在是足严重的问题。无干那是影响到咱的邦交国图瓦鲁，即马图瓦鲁的代表团内底有咱的人员，因安尼做的好处是啥？另外就是。针对这个足严重的问题，中国煞在要以这款要打压台湾的问题。是，咱知影吼，头一个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咱台湾四面环海，对这南太平洋国家，也是在太平洋国家内底，其实咱有足侪会当来对照的一个部分。所以咱看了过去这个国家内底，因当然土地比台湾较细，人口嘛比台湾较少，当然人才顶头台湾会当。提供因足侪款协助的这个部分，这过去内底，这拢是中华民国台湾在做外交，拢是点点在做的一个部分。但是这几档内底，咱看到中国吼，唔那是伫台湾要行出去国际社会的时阵，世界甲咱打压，然后上重要的讲，伊绝对无法度接受。中华民国台湾有人会当去参加联合国的这个会议，所以咱不管看到过去咱 WHO、WTO 这个组织内底，咱国家无法度参加以外，伊即摆嘛无希望你会当去做任何参观。包括咱看过去内底，咱嘛有看到迄联合国组织内底，你若要去用中华民国的护照要入去，伊就个拒绝你袂使入去；你要用迄个中国的护照，你才会使入去。所以。中国想方设法要来甲咱台湾国际空间甲咱打压，但是伊袂记一件代志。头一个，这海洋国家内底，除了伊的海洋四面环海以外，其实即摆全世界拢咧讲一个上重要议题，叫做气候变迁。这毋但美国重视，这工业国家嘛拢足重视的，因为先进的国家内底，因的发展。颠倒造成这气候的变迁了，或者国家的人民受害。所以咱看到讲，大家国家拢咧讲，要安会当保障，
要安会当提供，或者国家内底会当减慢这个速度。所以咱看中华民国是点点啊在做这个贡献。在过去内底，这太平洋的国家内底，其实中国嘛无看在眼内啦，因为对伊来讲，迄伤远啊，利用价值嘛无。但是这几年来吼，咱看到伊毋若对台湾吼中华民国邦交国内底拢有足大的兴趣。这兴趣毋是讲干那要打入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外，上重要就是讲，伊透过安尼甲台湾的这个邦交国抢走了后，伊去迄个所在可能会透过伊的一带一路要去徛港口，也是借港口，也是去甲伊的资源要去迄个做一个中继站的去讲感觉。所以咱看来讲，其实中国伊的这做法内底吼，毋是干那为着打压台湾的即个国际空间以外，上重要的是讲，伊想要伫国际逐个港口也好，逐个重要位置内底去插旗啊。但是这插旗啊动作内底，咱看到讲，伊愈来愈傲慢，所以国际拢看到即个情形。尤其是即届吼，咱的即个邦交国图瓦卢的外长吼，伊伫开幕式内底，伊就退席来支持中华民国的即个部分。因为过去内底，其实中华民国拢是伫国际社会点点啊，伫甲咱斗相共吼，不管是农业也好，还是气候变迁也好，还是叫技术的款转移也好，这拢无是讲我爱甲你交换啥物物件。足侪拢是咱的迄款农技团啊，也是迄款诊疗团，拢会过去遐共斗相共。啊，这国家内底当然因为因较落后，因发展可能是观光，可能是农业，因对迄款先进的这科技也好，这无啥遐尼思想，所以咱台湾会当提供这个物件来做服务。这2档内底台湾疫情吼，咱有一个口号叫台湾 can help。咱台湾 can help 毋是干那口号尔，咱其实有做足侪工课。中国当然无希望台湾 can help 真正行去全世界的时阵，交愈侪朋友。咱看来过去这2档内底，毋若欧洲的朋友、南太平洋国家的朋友、美国也好、欧盟也好，这足侪个国家，这2档内底拢咧讲台湾的问题。所以台湾的角色，即摆中国吼愈甲咱打压，国际社会看了愈侪，啊，所以伊爱表现出更较强硬的这个部分内底，等到效果是愈来愈歹。是一个国家，若是想压霸吼，全世界都看袂过。即马7大工业国要制裁罗西亚，咱来看这个报道。G7 7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埃尔默城堡举行峰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透过视讯参加，呼吁各国领袖尽相大努力，在年底之前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英国首相强生强调，泽伦斯基无法度甲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There is no deal that the President Zelensky can really do. So. In those circumstances, the G7 supporters of Ukraine around the world have to continue to help the Ukrainians to rebuild their economy, to get their grain out, to export their grain, and of course we have to help them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以观察员身份参加G7峰会，强调这摆峰会传达主要信息，就是西方会继续甲乌克兰协作会。担任轮值主席的德国总理肖兹表示，G7发表联合公布，拢认为俄罗斯拍破所有国际规则会影响真久，而且俄乌已经无法度恢复战争进程关系。Wir alle, das haben wir versichert, werden die Ukraine in ihrer Verteidigung gegen Russland weiterhin unterstützen. Klar ist, dieser Krieg ist ein tiefer Einschnitt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Früh habe ich das sehr bewusst als eine Zeitenwende bezeichnet, was mit Russlands Angriff auf die Ukraine verbunden ist. G7 也按照有系列制裁新措施，包含限制工业原料、服务甲技术，各同意关键向乌克兰提供更较先进的武器，来对俄国加强施压。公司新闻郑慧珍编写。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7大工业国的高峰会吼，因大声讲到能源的问题，因要对天然气设一个价效的天棚吼，若是搁较悬，就无要用搁较悬的价效去甲罗西亚来买天然气。搁来是石油的价效，嘛是共款设一个天棚。另外讲到黄金的问题吼，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吼同意针对这个罗西亚的黄金的进口吼来禁止，目标就是无要互罗西亚的好野人吼用这个买卖黄金来走闪国际上对
罗西亚的经济的制裁，是哪会安尼做？因为黄金是罗西亚第2大的出口的商品吼，而且大面拢是销对7大工业国吼。蔡教授，咱在讨论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的时阵，捌讲到讲，即摆的战争上开始的源头吼，可能是这个。疫情中间，罗西亚因为因出口石油、出口天然气，世界的能源伫疫情期间吼的需求所降低，致使因的经济较歹。罗西亚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战争，甲能源的价销求较悬。即马7大工业国用这个方式来制裁罗西亚，这个效果可能会是安怎？我感觉以这个制裁的效果吼，咱来看。未来整个全球的经济会安怎行啦吼？是。目前来讲，大家看到即马全球的经济大部分的即个研究的即个单位吼，拢有测讲，即全球的经济可能会落来啦吼。只要经济若落来，咱对遮的原物料、对遮的能源的需求，就一定会降低啦。是。当然，伊甲你设一个价销的即个天棚吼，当然你讲有帮助无？加减有帮助，但是咱即马。看到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像印度、像中国，过去咧甲中国买遮的即个石油的时阵，要甲即个罗西亚吼买遮石油的时阵，伊是用较俗的价钱去买伊，因为别国毋敢家己买，也是敢若会当偷偷买，不管是袂当家己买，还是爱用偷偷买，迄个买的量拢已经降低有够济啊！我到尾一方面要拍战争，我一方面我原来重要的即个收入的来源又甲无伊，所以我会急要想要甲遮个物件赶紧卖出去，所以我就爱赶紧去找遮个印度啊，遮像中国遮个国家会当尽量买伊遮个能源。伊属于颠倒的逻辑。对，所以伊设即个价销的即个天棚有效无吼？我嘛这。爱需要较进一步来观察啦吼。我感觉较重要的是，伊有法度限制伊使用的量。吼，比如讲，你着讲你第一个时间，吼，你无法度找到第2个国家会当卖你能源的，还是讲这伊若要卖你能源的话，伊这运费加足悬的，所以大家较会选择讲就近嘛。吼，就近你的运输费用你着较俗。你当然，你第一个时间你无法度找到，但是即马战争已经从这2月嘛吼，到近吼嘛已经一段时间啦。你应该爱慢慢啊爱去找到新的即个来源国愿意卖你啊。所以伫即个时阵，我感觉较有路用讲要去限制掉即个罗西亚的因的即个收入的话，那能源即部分的收入的话，就爱用即个量来做限制。吼，你会当上济每一个国家，你会当买到偌济量，吼来做限制，我感觉较有效啦。吼，你若讲像黄金的话，伊当然伊限制这黄金，互遮的好，遮的罗西亚遮的好野人无法度甲去安尼洗钱。但是卖袂记哩，就是讲伊嘛是有可能甲参中国继续来即个贸易啦，吼。是毋是伊有法度透过参中国的贸易，甲遮黄金甲洗出去，这是爱甲观察的。另外一个。全世界嘛有一个足爱买黄金的国家，就是印度。吼印度会甲伊买石油，印度会甲伊买黄金的，这嘛是有可能。当然，这距离继续远的啦。吼，伊要安尼买，是毋是有可能？这我感觉爱甲需要观察啦。吼但是总是吼，我感觉这个效果大细一个问题。上无伊就对着这个罗西亚因的这个限制措施吼，愈来愈济吼，代表就是讲。世界这个国家，主要的这个民主国家，对着罗西亚这个问题哈，因有继续咧关注。是。吼，所以意思是讲，叫其他若想要甲参这个罗西亚，吼，甲要继续这经济往来的这国家，有哪较特别势力的。是。老师，你讲到印度最爱买黄金，迄个后壁的因端是啥？后壁主要原因，我感觉这是可能这个原因啦。主要我感觉因的国家，大家可能拢做爱。大黄金嘛，你看到足侪印度人，我感觉这位是因的关系，还是大家过详细原因我无了解啦吼。但是印度确实是一个有那足重视因的黄金的一个国家。是。林老师，咱看到高峰会咧进行的期间吼，罗西亚佫有材料去甲乌克兰去甲轰炸吼，另外佫会当甲乌东提起。在你看，即马罗西亚战争的这个势面吼，敢是因为受到
经济影响，若是用经济制裁，亲像迪伦斯基讲，5万官人进前，这个战争会当结束。你看世面是安怎？我感觉最重要就是讲，这个其他欧洲的国家不管是这个北约、北大西洋工业组织，还是这个其他这个欧洲联盟伊会当提供这个乌克兰的武器。有点仔限制就对，无都照着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伊所希望的，伊安讲伊有这种武器的来源，我咧想这个战争就是完全拢无共款，所以咱一方面就看到，对罗西亚来讲，伊的军力是这个乌克兰几啊倍以上，乌克兰。伊毋是北约的国家，其他北约的组织是加减有提供一寡武器，但是都有这个限制。咱会当看到就是讲，提供的武器都是这个较防卫性的啦，像这个标枪啦、反坦克像这个其他这些这个刺针这个防空飞弹都是较防卫性无人机所以一方面就是讲乌克兰伊的军事的武器是爱瓦克其他欧洲的国家，美国美国上少差不多有60几亿的美金嘛，为这2月24开始但是其他的国家有应允无毋对，但是这个兑现完全兑现，抑阁有一段的距离了对，所以这个乌克兰以这个乌东地区也受到战争的限制所以这个 G7 这个7大工业国的高峰会，因有发表这个声明，这个声明内底有讲到，针对这个乌克兰要安怎来斗相共，唔惊这个军事这部分，唔是武器这部分。而且就要有政治的支持。咱看去英国的总理去2届，法国、德国，伊6月都有去过意大利，会再讲差不多 G7 其他的国家，都有特别对于这个美国的总统无去啦，拜登无去这个日本的首相阮也无去，其他会当讲去的，都陆续，都来斗相共。而且就是讲，这个乌克兰一方面也搁咧战争，一方面还搁有这种的准备要安怎来恢复伊粮食的生产，安怎伊的经济安怎来开始来重建，并毋是讲当是战争这个经济这个的重建完全拢停开，并毋是安尼搁来就是讲，这2日开始，这个北约要来开这个高峰会。这个高峰会原来是足重要，这足重要就是讲乌克兰的问题，唔惊是这欧洲的国家，唔惊美国、加拿大，伊即届北约内底亚洲的国家，咱看见这个日本、韩国新的总统，尹锡悦，搁这个澳洲、纽西兰，因都要去参加这个以这个西班牙马德里的高峰会，以这2日。就来开始所以这2日阮来讲到，唔惊讲到这个罗西亚，阮来讲到这个中国，讲到这个中国就是讲较早差不多10几年前，2010年，这个北约伊的战略的文件的概念、战略概念文件战略概念的文件，都无讲到这个中国，但是这届会特别讲到中国，所以。包括我一个记得都清楚的讲，较早这个 G7 完全拢甲台湾无关系但是去年开始第1届，以这个7大工业国高峰会特别讲到，台湾海峡的和平甲稳定是足重要，你看这个美国讲这种话，咱袂感觉意外，日本原来会当5万但是其他国家。英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完全拢共款。到即嘛，包括澳洲、包括纽西兰，30几个国家拢是为这个 G7 这个联合声明，去年的联合声明，原来是6月才开始，吼。所以咱原来会当继续个吼，继续的了解这乌克兰是真正是足勇敢一个民族啊，吼。安那来抵抗，安那来防卫因家己的国土，吼。台湾应该是爱好好啊，来学习。是，我老师林老师讲到，韩北约拢在注意台海安全。事实上，因是一个目睭在看中国，在提防中国。咱知影，随往罗西亚即届去侵略乌克兰吼，最近犹原有侪军事行动。不过，咱知影罗西亚的军事吼是会使讲伫即摆战争内底是足上重的。伫这个过程当中，咱敢看会到讲中国要渐渐取代罗西亚来做甲美国对抗的头人。我想吼，这过去内底咱嘛捌讲过吼，6月15的时阵，习近平甲普丁两个通电话。通电话进程其实咱会记咧，今年2月初的时阵，普丁来甲中国当季的奥运，伊来参加。迄个时阵因两个马子，伊就讲因的关系吼，上不封顶，绝对无天崩的对吧？绝对无天崩。但迄个时阵大家佫听无。到底什么叫关系无天崩？上重要就是讲，普丁等于了就发动这侵略的战争。侵略战争了后，全世界看到这个情形，拢希望中国会当来甲罗西亚，希望伊会当出一寡力。但是中国拢无爱表示伊有任何的这种做法。连去甲安大拢无。拢无。伊就退到后壁来，伊就讲反正这是恁欧洲啦，这恁美国创出来，恁来家己去处理。但是上重要就是讲，这个中国安尼做，伊感觉伊对西方是表达伊的善意，伊无找麻烦。但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结果因为台湾的问题，不断来指责中国你的人权也好，你对伊个香港的问题也好，台湾也好，足侪问题就对。所以咱看到讲，中国发现讲，我安尼做了，等到无拢美国继续搞骂，西方继续搞围堵。所以咱看到讲6月15的时阵，伊就甲普丁怎通完电话了。上趣味的就是尾啊，因中国外交部，咱之前节目嘛做过，怎订一个4万字的长文出来，就讲这美国吼拢甲咱误会啊，这西方拢甲咱冤枉。但是上重要的是，我是感觉这毋是一个特别的动作吼，因为中国已经决定要甲罗西亚徛斗阵啊，因为伊发现讲伊安尼做了，西方若无甲停下来，等到搁甲继续甲处理落去。所以咱看到讲，等到转来吼，其实中国即摆伊甲罗西亚一定是继续徛斗阵啊。所以咱看到讲，西方在开 G7 峰会，所以中国甲罗西亚因在咧开迄款金砖5国的迄款会议，这是一个对抗的迄款画面。咱嘛知影讲金砖5国甲 G7 过去内底，因毋是一种完全的对抗的迄款感觉。但是即届吼，因为罗西亚去入侵乌克兰了后，伊嘛需要掠着一寡朋友来甲斗相挺。看来看去，即摆全世界西方国家、民主国家全部拢徛斗阵啊。所以即摆集权的国家、共产的国家，因遮控制资源的遮国家，全部必须要徛斗阵。但是讲虽然讲徛斗阵吼，但是因咧想的吼，因毋是啥物价值的迄款联名啊，大家拢想要为对方内底摕一寡好处。咱之前节目嘛捌讲过啊，中国趁这乌克兰危机的时阵，要求罗西亚吼，这莫阁甲主动，伊甲吉尔吉斯的迄款铁路的迄款部分。中国嘛希望啊，这乌克兰既然要卖石油，既然要卖天然气，会当卖较俗互伊。但是咱看到讲，罗西亚这段的危机内底，乌克兰这段的危机内底，中国到底做啥物？其实伊啥物拢无做到，伊拢想要伫咧中内底去左右逢源的对啊。但是咱看到讲，全世界袂当搁互因继续安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伫咧 G7 峰会了后开完了后，无偌久因着遮金砖峰会全贴做伙。但是金砖峰会，讲我都去对抗 G7 峰会，我个人是感觉无可能。但是这佫传出一个讯号出来，就是讲罗西亚想要来甲
西方来做对抗，伊必须要掠中国来做伙来对抗。但是这掠中国来做对抗的时候，因必须爱去讨论。吼，因过去讲啊，两个关系无天崩，但是两个在想的其实拢无啥共款。伊希望迄个罗西亚希望中国会当支持伊侵略乌克兰，中国希望迄个罗西亚会当支持伊收回台湾。但是因两个拢对方的动作拢无任何直接的迄款行动，所以咱看来讲两个其实敢若好朋友共款，但是大家后壁拢在夺胜盘。在夺胜盘的时阵，拢是咧夺迄国家利益内底。但是咱嘛看中国甲罗西亚，其实伫过去内底，因为伫冷战的时阵，美国想要透过中国来制裁苏联，所以因两个伫历史上两个都无讲介好。啊，即摆两个新的即款强人吼，普丁也好，习近平也好，因拢要想要做西方诶即款对抗之下迄款国际领导人。但是即个部分我是感觉吼，因为即摆民主国家因为有共同的价值团结做伙，但是这迄款集团的国家内底，因无啥物迄款共产的信念，但是拍着共产主义的即款口号结做伙的时阵，其实无一定会当有更较好的结果。是，咱知影即边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在讨论的代志内底，嘛有针对中国哦，咱即马来看。G7峰会第一天结束了后，领导人伫风景正水的阿尔卑斯山斗阵翕相，俄罗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团结。第一天，因宣布5年来集资6000亿美金，提供发展中国家伫基础建设甲永续发展上援助。佮强调，因希望向全世界传达信息：民主国家集资是为咱人民甲全球人民所营造唯一上好途径，佮带来成果。毕竟，为是甲中国早已经咧做的一带一路爱抗衡。These strategic investments are areas of critica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our shared global stability. Health and health security, digital connectivity, gender equality and equity, climate and energy security. I want to be clear, this isn't aid or charity. It's an investment that will deliver returns for everyone, includ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all our nations. 拜登佮公开俄罗地主，德国总理肖兹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入侵甲即马西方国家应团结，拢是这场峰会所属。肖兹指出，目前俄乌冲突对绿色能源投资尤为重要。In climate neutral and low carbon energy, including gas, can help us as a temporary response to Russia's use of energy as a weapon. 非正式成员欧盟也要伫2027年进前提供3000亿欧元资金，用在永续优质基础设施甲卫生基础设施。Russia's vicious attack on Ukraine happened, driving prices up everywhere from food to energy, and casting deep uncertainty, especially in the most fragile countries. These are very severe challenges. We will tackle them head-on. 飞行力组织世界公民副总裁罗德表示，这个投资承诺可能是 G7 伫参加发展中国家事务上一好的开始，为美术广告更较强大的全球成长。G7 伫发展中国家平均只提供国民总收入的0.32%，伫发展援助方面也无够承诺0.7%。不过，若无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无永续性的复苏。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七大工业国高峰会内底吼，针对战争引起的粮食危机，有讲到讲针对7个国家的大型企业来扣税，免除上善的国家的这个债务。另外，英国甲德国暂时甲生物燃料的这个强制的规定先甲禁起来，互小麦、番麦、黄豆这些农作物优先行入去食品的市场。另外，讲到对抗“一带一路”的这个代志吼，七大工业国5年来要从6000亿美金吼来投入公共的建设，来帮助发展中的国家因的基础建设。其中，美国要负责2000亿的美金，因来负责全球的工会性别平等吼。另外，欧盟是3000亿的美金，这就是要取代。这个“一带一路”的方案吼，来帮助中低收入的国家的因的这个发展。蔡教授，咱咧讲到“一带一路”的时阵吼，中国是想要恢复这个丝路甲海上的这个航道，是中国进前帝国时期的这个交通的这个路径吼。不过，即马因用这个“一带一路”。
方式，虽望是看起来是咧帮赞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借钱互因，也是去帮赞因起这个基础建设。不过，咱看到侪结果是受到帮赞的国家无法度付钱吼，煞甲因的港口啦、机场租互中国足长的时间，安尼敢毋是真做一个经济的帝国主义咧？其实咱会当看到，首先来讲就讲一带一路这个计划吼，伫过去其实咱国内本来大家都有一寡讨论啊吼。是。就我家己个人的观点来看，我是感觉这本来就是对这个国家是无帮助的。谁啊？你家己起一个讲伊的基础建设，会互这个国家颠倒怎互这个债务怎跌落，怎爬袂起来？因为你起的基础建设，就是咱一般来讲都无路用的这个基础建设嘛。这个国家伊上重要的，伊是咱毋免讲，咱毋免伟大讲，你要甲这个国家起一个国际机场。这个国家上欠的范式，伊就是互伊遮个网通较少咧，互伊遮个国民的生活环境会当较好诶。所以你若甲伊的马路、甲伊的这个排水沟、遮个系统上基本的，遮你甲做好，互因的健康好起来，这就对因上好的基础建设。你开遐侪钱去起一个国际机场。对伊来讲，伊国家的国民，伊都用袂着即个国际机场，对着伊这国家内底大部分的厂商，因都无法度去产品都无法度行向国际去。你起迄个国际机场，对伊来讲是绝对是无效的。虽然我去起一个足大的建设，伫遐看起来足水的，但是都无路用。所以我开遐侪钱，买一个无路用的物件，倒来，就咱像去用便宜的。好这个美国参这个欧盟啊，或者七大工业国，因想要这个等于讲总讨600亿的美金嘛，咱台票讨18条的台票。你看拜登拄则伫咱影片内底所强调的讲健康的这个环境，到有数位的这个基础建设，到有要因应这气候未来这气候真大的变化，要帮助这国家。上重要是啥？因内底有讲到，咱拄则主持人有讲到讲粮食的这个危机，要安怎维持这个粮食的安全？粮食的安全，足侪咱重要的粮食的生产，拢是来自咱足侪开发中的国家。所以你哪会当甲这个开发中的国家，伊的人民身体甲顾好，伊的健康环境甲顾好，对着咱这个先进的国家。这粮食的安全是不是得靠保障？特别像即件大家讲得到这个中国的迄个肺炎，都所造成足侪国家的人民，较歹就是讲死亡，较好一煞就是讲你嘛是无法度好好来工作，你无法度好好来工作，你的产量就会减少。伫全球的这个需求无改变的情形之下，你这个产量减少，你就造成这个物资怎一直咧起价。所以。美国、欧盟因这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因就感觉讲，袂当干那我好尔。所以拜登有讲一句话，讲我这个计划，唔是讲要甲你施舍啦，唔是讲要安尼甲你援助，我是要互恁大家拢会当变好。因为，得爱大家拢变好了，我嘛爱变好，安尼才是真正的好。那干那我好，别人拢无好，咱讲一句较歹听，你有当住伫菲律宾就好啊，对无？我想来机会里边，就是讲你的好野人参善食人，这个距离差伤济啊啦。咱你的社会就会无稳定啦。你若甲一个国家甲扩大到一个国际的社会来讲，就是安尼。你毋是干那美国好，干那欧盟好，干那德国好，规个欧盟的国家拢毋好，安尼这个欧盟嘛是无稳定的嘛。这就是咱伫即几当看到欧盟的这个现象。所以我嘛因即件引起对这个拜登带着这个七大工业国去做这个计划，我感觉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咱伫咧看这整个这个国际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会受到伊的咱上重要就是伊的生产力啦。伊的生产力会受到什么影响？会受到伊这个国家要入来伊这个国家的资本到底是多啊少？到伊这个国家伊的咱咧讲的 human capital 的人力的这个资本，你想要怎用这个人力的资本？你的人力的资本会包含着你这个国家的国民有健康无？你这个国家的国民有受到好的教育无？今仔毋是讲我互你一个足好的技术互你，你就有法度用。你要有好的人力资本啊，人力爱来栽培啊。所以我互中国足好的机器，
参咱台湾的台积电小共的机器，啊，平平拢小共的机器，中国就生产袂出来即个晶片，台湾的台积电就发度。哦，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即个差距。吼，小共一本册，啊，淡江大学学生来读，参台的学生来读，参咱美国即个美国即个上好的即个学校的即个大学生来读，大家读的物件就无共嘛。哦，因为大家迄个努力的即个程度，大家投开的程度，可能拢无共款。是。所以我感觉虽然讲即个金砖五国吼，大家想要徛做伙，但是金砖五国讲较久吼，敢若有一个国家起来，迄个国家就是中国。对。啥那中国会起来？因为我感觉上大的原因是咱台商毋命带着资本入去，甲带着技术，所以较会造成讲有真大的即个红色的即个供应链怎起来。要来替代掉咱即个台湾的即个供应链，伊嘛去替代掉即个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即个厂商供应链。所以即个金砖五国吼，虽然伊要即个大家爱革命做伙，啊要开放像伊朗即个国家也要入来，你爱找迄真正有法度互即个国家变好。是啊，即中国伊是要伊是要叫较侪人，但是咱咧看一个国家。看一个人民，伊有法度赢无？毋是咧算人头的啦，咱是咧算即个国家内底是即个团队内底是毋是有较牛的人，较好的头人会当徛出来。像美国啊，像欧盟啊，像日本，像即个加拿大遮济遮即个七大工业国遮国家，因大家拢有无共好的技术嘛，拢有领先的技术，啊，大家若会当合做伙，大家才会当提钱出来，啊，维护这全球即个社会即个稳定。这对着咱全球未来的发展，这会当讲是足好期待的。是，蔡教授，我感觉你讲到一个概念足重要的，就是讲，咱一直咧讲基础建设吼，咱甲这个 infrastructure 一直讲当作是高速公路、机场啊、港口啊。事实上，你所讲的真正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是健康、卫生，甲咱人民的素质是毋是安尼？无毋对啊！你会当看到是安怎伫即件吼疫情之下，虽然你讲足侪国家吼因的医疗的技术反射无一定输咱台湾哦，因甚至是领先咱台湾的。是。但是因为咱台湾的整个的即个国家无遐大，但是咱台湾的病院，不管是大型的、中型的还是小型的，还较小的即个诊所，伫足侪所在拢有。哦，你当然讲有足侪原因，台湾人爱读医生啊，台湾人爱安怎？但是不管安怎，你会当看到讲，咱整个医疗吼，会当提供咱人民吼的即个服务是较完整的。是。所以伫有即个疫情的情形之下，你看中国伊经济发展无毋对啊，看数字足好啊，但是你的医疗环境就是无好嘛，你拄着疫情来，你就规个崩盘。是。美国伊的医疗技术嘛是足好的，但是美国伤大。伤大的结果就会变成讲，啊，我有这人民，对，你的分配就出问题啊。啊，伫台湾咱就较好运，就是讲，一方面，政府一开始就是用禁止的方法，想办法，甲这病毒看会当卖互入来无。啊，第二方面就是咱爱有好的这个医疗的环境，会当来支援嘛。所以，咱虽然讲看到即马越南也好，印度也好，足侪资金拢要入去，啊，是毋是伊的经济有法度起来？上重要的咱咱就爱去看讲，伊即个医疗环境有法度相共，有法度甲伊支援无？是。哦，啊，伫未来上重要的，除了大家咧讲粮食即个黄金啊，是讲传统的咱看到即个石油啊、天然气即个物件以外，以后这网络的世界、网络的基础环境嘛是足重要的。是。吼，咱拄着疫情的时阵，咱要透过安怎联络啊，甚至即个乌克兰伊咧战争的时阵，伊是透过即个卫星来做联络。这拢是网络的基础建设，是，所以那这先进国家因有法度提钱出来，啊，帮助这发展中的国家，因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基础的建设，也是咱讲的所谓的这个基础建设，会当个做好话，这对着这大国家也好，啊，这发展中的国家也好，拢是正面的。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甲七大工业国另外一边吼，就是这个金砖五国：巴西、罗西亚、印度、中国、南非吼，这咱叫做金砖五国。因即马因的这个国土
的面积吼，差不多是全世界的2.5%，因的国民生产业同款嘛是差不多全球2.5%吼，总是因总占世界人口数差不多4%左右。咱一直咧讲7大工业国吼，伊是即个已经开发的国家，金砖5国较属伫发展中的国家伫即个金砖5国的高峰会内底，咱看到习近平伊是事实上是针对美国吼，因反对美国制裁滥用制裁者的手路，讲要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来反制美国。另外看到罗西亚的总统讲，因要发展新的即个铸币的货币，来成做一个新的国际交流的模式。另外，印度的总理讲，望讲金砖5国吼，会当开创新的企业的交流，总是金砖5国袂当较对抗中国甲罗西亚。林老师，咱看到印度这个发言吼，实在是真趣味啦。就是讲，印度伫咱的这个国际竞争内底，咱感觉伊一直是一个高脚吼，伊过去买罗西亚的武器，要来对抗中国。亲像即款的代志，印度伫这个国际特殊内底，伊徛什么角色？是安怎？伊搁参加金砖5国，事实上伊甲中国的这个竞争、甲对敌的状况嘛，一直咧存在。是这个印度吼，伊的战略的研究是足有名。是印度战略的研究战略安那去变成一个政策，阮来当是足有名一种的思考是，咱看见这个印度甲巴基斯坦，本地巴基斯坦有一个东巴基斯坦甲西巴基斯坦。是。伊落尾从这东巴基斯坦变做孟加拉所以就从这巴基斯坦完全都分解这个孟加拉甲这个印度是较好的关系所以对印度来讲，大个国家14亿个人口但是拄到是这个1962年以来，这个中国甲印度以这个边界的战争，所以对中国伊介重要，伊的假想敌是中国，唔惊为这喜马拉雅山来，佮这个印度洋，差不多印度洋咱即摆看到，差不多每一个时候差不多5只到6只中国的军舰，以及印度洋的活动，所以对这个印度来讲，伊就徛这个美国甲这个罗西亚的中较早是讲不结盟但是即马慢慢看到，就是讲伊加入这个四方 Quad 四方安全对话，是这个美国、日本、澳洲甲这个印度这内底伊那都无爱讲到这个安全军事的问题，但是伊足济武器唔惊互罗西亚买，我来慢慢，然后这个向美国来采购这个美国的军事的武器。是，这印度其他国家，美国、日本、澳洲都是支持台湾海峡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但是印度都无爱安尼讲对印度对这个美国、日本甲澳洲来讲，因为有这个海军每一档的演习另外就是讲，这个印度以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内底，又特别讲到就是讲，足济不管是这个供应链，还是这个疫苗，印度都爱扮演足重要的一种的角色但是美国都希望伊会当来谴责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侵略但是这个回头到尾这个印度当时无安尼做，而且无安尼做唔但紧，佮互这个罗西亚买足济较俗的石油咱就中国共款啦最近当时买足济即较俗这个罗西亚石油对这个金砖5国来讲金砖5国来讲，这印度的角色是大个国家都要争取但是这个你无法度100%从这印度
变做你家己的疾病啊，因为这印度的国家相对大，哦，伊有伊家己的战略，哦，伊有家己的敌人，假降低。印度就是讲，伊为什么无要来讲台湾的问题？伊就讲，你其他国家也无来支持，印度以这个中印边界，这印度的立场，哦，所以伊有家己独立的战略的思考。是。吴老师，咱即摆来看吼，咱看到咱节目的来宾李正修老师，伊讲着讲，即个金砖五国吼是革命是用利益为主啦，为着开会来开会。咱拄则佫看到印度针对即个中国的问题有迄款的发言吼。吴老师，你针对即个印度伫金砖五国内底角色，敢有啥物要补充？是我想吼，这金砖五国吼，郑修老师的讲法我较无同意吼。为什么？因为大个国家伊拢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毋是为着即个集体的利益来讲。为什么安讲？我印度已经有讲啊，伊无希望金砖五国吼像我中国甲罗西亚。是。中国甲罗西亚因咧讨论啥？其实因伫会议顶头因咧讨论的是迄个朝鲜的问题。是。咱看到讲，这中国甲罗西亚内底。其实因在讨论的是要安去对抗美国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其实咱若投资人吼，若会记哩吼，其实一开始金砖五国这个概念吼，就是因为有一个投资银行叫高盛吼，伊个想讲要投资开发中的国家，有5个国家吼，这未来会当有足好的发展，所以足侪投资人吼，就看到咧金砖五国吼，这看起来就敢若未来就有前途，未来就足侪趁钱的，所以大家就拼性命落去买了，买到这5个国家，拢感觉讲家己的国家敢若足值钱的共款。但是这5个国家内底，其实咱也知影，经过这几年的时间来，罗西亚经济无好，中国的经济嘛无好。为什么？我最近看足侪新闻啊，这因为封城了，中国的产品无法度出口，所以政府收袂到税这个部分。最近佫足趣味的一寡即款增卡银行啊，中国增卡银行，讲要去银行内底领1000块的现金出来，人家讲袂使领，为什么？迄个银行内底已经无钱啊。中国有足侪迄款基层的迄款老师，迄奖金吼袂当领出来。最近吼，中国嘛甲遐外商讲吼，恁的迄款薪水袂当甲中国内底因的迄款厂商的迄款薪水吼差伤济，你的迄款奖金吼袂当遐尔紧发。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看到讲，虽然伊个金砖五国，其实这金砖五国即摆已经无够金嘛。这也就是讲，因过去来讲，是因为投资人感觉因未来有一寡发展。为什么会发展呢？无战争的时阵当然有发展，但是咱看到这罗西亚去侵略乌克兰，这战争嘛，中国有可能会伫台海顶头闹事，起他动手。咱看到印度甲中国内底嘛有可能起卡动手，所以对投资人来讲，战争是无法度会当有趁钱的机会。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即摆7大工业国甲金砖五国，其实因在大车拼嘛，其实毋是。为什么？因为7大工业国内底因有一个共款的信念，就是避免战争的部分。所以因要围堵中国，围堵罗西亚。这就是因的信念，袂当搁出现战争的这个部分。若是有发展战争的可能的时阵，一定爱甲压落去。所以咱看来金砖五国，因毋是啥物有共同的利益，因是为着家己的利益这个部分来这个发想这个部分来进行。是，蔡教授，拄则吴老师讲的吼，袂输就是金砖来适当啦。毋过咱这20年来，伫国内吼，咱咧开讲的时阵，一直会讲到中国这个主题。有一种声音就是讲中国足强的，另外一种声音说中国其实无遐强啦。咱若看一带一路，伊原底本地就是讲伊的国内的生产力伤济，需要去出口伊的生产力。咱到底应该安怎来看中国的经济实力？你要讲，若要讲金砖五国吼，我嘛讲金仔角吼，咱第几代观众朋友可能直接听就听有啦吼，因为咱咧讲就讲金仔角嘛吼。过去大家咧讲这5国内底，我拄仔嘛有讲到讲，谁来敢若中国起来最主要的原因，伊是真正有起来吼，所以无卖。咱会当看到全世界足重要的这个国家，因的资金拢入去。
啊，足大的厂商拢入去设厂。这咱袂当否认讲中国这个国家无起来，哦，但是像南非啦、像热西亚啦、像印度吼，印度是最近大家开始咧投资吼，慢慢咧起来。巴西过去要办一个奥运，差点嘛办袂起来，规个怎差点要破产哩。中国伊要起来，伊其实中国伊就是讲，你会当讲伊是一个熊熊怎变有钱的国家。哦。啊，伊咧变有钱了，咱变有钱了。理论上，咱爱互咱的人民受较好的教育，会当互伊好好啊读较侪册，吸收到较先进的技术，互伊变了较愈好嘛。咱过去足侪台湾人，咱一开始嘛无钱啊，咱慢慢啊变有钱了，咱就慢慢啊栽培咱的囡仔去趁较侪钱，用较民主的方法去趁钱。但是中国无做到这点，这是第一个失败所在。第二讲，伊想要去。